咱的中央银行伫昨下晡嘛召开今年上尾一届的理监事会，决议咱的利率依持无要变动。另外，央行嘛甲今年经济成长率调降到1.4%，也毋过呢有看好明年的经济，认为咱明年会当起到3.12%。 中央银行14时召开今年上尾一摆理监事会议，考虑到今年国内的通膨率和顶年比是慢慢回降，而且明年的通膨率可能会当降到2%。另外，预估明年产出的欠口会继续是负担，前景共款是真侪风险。理事会是决议讲维持利率无改变，定贴利率、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和短期融通利率维持年息1.875%、2.25%和4.125%。这嘛是央行对今年第二季开始利率连3动，连续几个台风，所以让我们的第3季、第4季，特别是第4季的那个 CPI 呢，就高涨了。这个不确定性，这个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注意。因为咱国的央行是对美国的联准会 FED 宣布利率连3动，外界嘛关心那明年美国降利息，台湾敢要对咧做？它要降息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必须要考量我们自己的情况。 对不对所以呢，也就是说，也不是说他这样子，那我们就一定要这样子。有金融讲，全球的终端需求是继续压不起来。虽然疫后个人旅游和餐饮的需求是真热，但资本设备进口继续是负成长。今年咱国的经济成长率才降收到1.4%，不过来看明年经济成长率有可能调升到3.12%。高铁、飞机，然后班班客满，然后我们航空公司明年还要增购班机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的业绩表现不错。明年我们台湾是个内热外温，然后我们的成长率大概可以在3%以上。另外，央行讲，全体银行建筑贷款成长是继续慢慢来行，每次贷款成长是对帮持交易成长回升来增加。但是自从实施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以来，不动产的贷款成长是明显开始降，而且不动产贷款的移放比率拢维持在低档。 嘛表示信用品质真好，未来密切关心房地产相关政策对房市有可能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